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来给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春。春的意思就是新，也是宜的意思。像人咧讲春饭、春钱，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春钱，这个字有两个意思。头一个当讲是用春的钱，像讲你摕1000块出去，敢有春钱倒转来，嘛会当讲是欠落来的钱。像讲身躯都爱存一寡钱，要用就有。第二个词就是有春。会当讲是扣掉需要的部分留落来，像讲另外有春，嘛会当讲是足安怎？像讲我含你相捌，捌甲有春啊，代表讲两个人有够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烧本食有春，啊若烧抢食无分，因人阿某就是安尼做伙欠钱，无轻分才有法度春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春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